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專業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太子道西嘅太子台，介紹呢件房大廳大嘅筍盤，我哋一齊上網下。呢度係太子台高層 boy 室，實用1014尺，3房1套。呢度係好實用嘅。咁呢個客廳就向南嘅，太子道西呢邊向返南。飯廳就向北，南北對立，3房。第二個廚房咯，廚房裏邊有姐姐房、個人廁、個人房，3間房都好大，有一間咯。咁成間屋都係南北通喎，有客廁。呢間房就靜嘅，向北呢間。主人套房有套房，仲有個衣帽間。呢間連車位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歡迎隨時 call 我啊！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